野蠻人一直躲在巷子裏，直至入夜，咕咕肚子持續地傳來聲響，他才意識到自己已經一整天沒有吃東西。太陽悄然消失在摩天大樓後方，夜幕驟然降臨，黑夜變成一張保護網，讓人感到安全。他見外面人流逐漸稀少，燈光暗淡，心境稍為安定下來，少了一點兒彷徨，多了一點兒踏實，便決定走到外面找吃的。他從地上爬起來，方感到腰背和大腿酸軟。這一整天就那樣子躲躲閃閃地度過了。他伸展四肢，轉動肩背，讓血液在體內自由流淌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氣，躡手躡腳地走到巷子拐角處，那裏是陰暗與光明的邊界，一邊是寂靜的，一邊是吵嚷的。遠處數間酒吧才剛剛開始營業，門口站着不少青年男女。另一邊的商店已然打烊，店員拉下鐵閘。他察看四周的動靜後，悄然離開巷子。他故意避開熱鬧的街道，只往光線暗淡的方向走。迎面一對老夫婦蹣跚着步伐走來，妻子攙扶着丈夫，也沒有注意到野蠻人。一對情侶則早已喝至爛醉，根本沒有注意到迎面駛來的車輛，更別說這個城市的陌生人了。野蠻人見沒有人注意自己，稍感安穩。他沿着街道走，想尋找果樹，採幾個野果來吃，這裏卻是由混凝土組成的建築群，不見一棵樹。他穿過幾條狹窄的巷子，突然來到一條大街。大街的燈光昏暗，卻擠滿了人，讓他大吃一驚。他正欲返回巷子，已然被人群推擠着，朝前走去。野蠻人感到異常驚慌，卻發覺人們並沒有將焦點投放在自己身上。這時候，人們一邊有秩序地緩步走，一邊高聲談笑。野蠻人將身旁的人群環顧一遍，發覺他們的打扮跟日間所見的人相當不同。一個年輕男子打扮成小丑，他整張臉頰塗成慘白色，頭髮卻是蓬鬆的青綠色。他身邊的女友人穿着蜘蛛俠的緊身裝束，凸顯出他曲線分明的身材。右邊，一名少女穿着吊帶小背心，兩頰和額頭隨意塗抹了幾條黑色條紋，猶如野獸的尖牙。後方一人戴着醜陋的面具，紙匠式的臉頰布滿皺紋，長長的象鼻無力地彎垂，下巴尖如巫婆。看他從衣服下伸出的手，卻是皮膚白色，手指纖細，似乎面具底下的只是一個10多歲的妙齡少女。另一邊，幾個少年裸露出強壯的肩膀，頭戴藍色羽冠，猶如孔雀開屏一般。也有不少普通市民，沒有刻意裝扮，只是穿着日常的服裝，拿着照相機隨意拍照。這時候，一名少女拍了拍野蠻人的肩膀，表示想跟他合照。野蠻人瞥了對方一眼，見他笑容甜美，兩眼下塗抹着幾行血淚，上臂和胸口布滿刺青，一時間不明所以。少女站在野蠻人身旁，有人隨即替兩人拍了照片。這時候，幾個青年亦注意到了野蠻人，他們隨即簇擁着他，要跟他分享節日的喜悅。一個男子將野蠻人仔細打量，看了看他的五官、頭髮和獸皮，讚嘆道：不折不扣，如假包換，他是個真正的野蠻人。一個女子捏了捏野蠻人強壯的胳膊，驚嘆道：天啊，這個脂肪比例，我愛死了。他隨即挽着野蠻人的手臂，要求友人們替他拍照留念。野蠻人看見大家都有說有笑的，甚為友善，儘管有些莫名其妙，也就沒有拒絕。他見大家都沒有惡意，也沒有鄙棄之色，稍感安心。他隨着人潮走往內街，
只見兩邊的建築物掛滿各種彩帶，半空還懸掛着一張大帆布，繪畫着手持鐮刀的骷髏惡魔。時候已經不早，野蠻人從街道兩旁的餐廳嗅到烤肉的香氣，亦偶然嗅到飄來的酒香，卻一直讓人群推擠着，始終找不到吃的。他決定離開人群，朝另一邊的窄巷子走去。他往左邊拐了個彎，險些而跟一個女子撞個滿懷。燈光照耀下，只見那女子穿着時髦，一身豹紋貼身長裙，拎一個鱷魚皮包。她悉心打扮，正是約了朋友到酒吧尋樂。她隨意望了望野蠻人，笑說道：啊，我喜歡你。他指着他身上那張裁剪別致的獸皮，感到自己那件豹紋貼身長裙設計有些做作，不夠自然。來，剛巧我今天缺一個伴，你跟我來。他一把拉着野蠻人，朝酒吧街的方向走去。野蠻人怔了一怔，沒有反抗，亦不知道該如何應對。你這個是什麼物料？女子將手臂掛在野蠻人的肩膀上，順手摸了摸他身上的獸皮。黃牛皮。野蠻人簡短回應。他將女子掃視一遍，對方年約20，粉紅色的胭脂塗得有些厚，戴了假眼睫毛，嘴唇則是詭異的紫藍色。他將目光停留在那件豹紋貼身長裙上，暗道那是森林中最兇猛的花豹。相傳只有真正的王者才能夠穿上由花豹毛皮製成的衣服。野蠻人沉吟着，再次將身旁的女子仔細打量，不禁暗自驚訝，這女子全身散發着王者的氣概，必然是能夠跟花豹徒手肉搏的英勇戰士。沒想到，我今天雖然有些倒霉，忽然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，卻遇上這個神秘女子，真是走運了。女子一邊走，一邊哼着流行曲，根本沒有注意到野蠻人的想法。至於野蠻人，打從遇到這個女子，神態逐漸由驚愕變成嚴肅，再變成尊敬。他虔誠地與女子並肩而行，感到有些自豪。女子見野蠻人一直保持沉默，便說道：我叫青千，你呢？我來自偉大的野蠻人嗨。青千，怎麼這麼遲？一個站在酒吧門口的少女看見青千，連忙迎上前來。青千驕傲地回應道：姨兒，我帶了一個壯漢來。你看，他挽着野蠻人的手臂，咧着嘴望向女友人。姨兒一陣驚喜，睜大眼睛望着野蠻人。青千和姨兒不由分說，挾着野蠻人走進酒吧。入口處的保安員望了野蠻人一眼，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說道：老兄，我們的世界太需要你這類人了。請進，請進。三人在一張大沙發坐下，青千拿來餐牌，與姨兒研究着各類飲品。野蠻人瑟縮着身子，有些疑惑，有些彷徨，有些驚恐，卻又有些安然。他感到兩人並無敵意，說不定還能夠請他吃一頓美味的晚餐呢。他環顧四周，酒店內燈光暗淡，只能夠隱約看到座椅身旁的人和餐牌上的文字。再遠一點兒的保安員和牆壁上的裝飾，則已是模糊難辨。射燈發出紅的、綠的、藍的光芒，來回轉動。不遠處是一幅電視牆，有些卡通人物在裏面談話，下方是一個電子壁爐，投影出仿真火焰。野蠻人看着那些火焰影像，知道是真的。他觀察着火苗變化的形態，滿腹狐疑。我觀察過無數火苗的變化，奇怪。你想喝什麼呢？青千和姨兒分別點一杯龍舌蘭日出和椰林飄香。他們好奇地望着野蠻人，野蠻人將餐牌啐了一眼，全是陌生的文字。他將焦點集中到那些精美的圖片上，
注意到一個高貴的馬丁尼杯上裝滿淡淡的紅色酒液，邊緣還掛了一片橙，就指了指那張圖片。大都會，好，青千拿出手提電話，掃描餐桌上的二維碼下單。你是哪裏人？伊兒托着下巴，歪着脖子望向野蠻人。野蠻人連忙挺起胸膛，回答道：我來自偉大的野蠻人部落。一看就知道。青千撫着額頭，仰起脖子大笑起來。這是什麼東西？道具嗎？伊兒指向野蠻人一直緊握手中的骨像。野牛的前腿。野蠻人自豪地回應道。不久，服務員托着圓盤，拿來3杯酒，放下一碟曲奇。野蠻人已經餓了一整天，看見那些曲奇，肚子不聽使喚地鳴叫起來。隨便吃，青千對野蠻人說道，順手拿喺自己的龍舌蘭日出，輕啜一口。野蠻人見對方如此說，也就不客氣地找起一塊牛奶葡萄曲奇，一口照碎吞下。他感到清香的牛奶味從口腔散發出來，就像清晨時用牛奶漱口一樣，葡萄乾的甜味在牙齒間流淌，猶如激流撞向河床上的卵石。他從不曾吃過如此美味的食物，連忙又找起一塊抹茶核桃曲奇，細嚼慢咽起來。青千指了指桌子上的大都會，示意那是他的。野蠻人會意，拿起酒杯，一口喝光。他只覺酒液甜膩，又有些酸酸的感覺，與辛辣味混和，在他的舌頭和喉嚨翻滾。他又將杯緣上的那片橙連皮放進嘴裏，囫圇吞下。青千和伊兒見狀，大笑起來。青千見氣氛甚佳，便提議道：不如我們點一瓶香艾酒吧。好啊，伊兒用力點頭，表示贊同。在酒吧的爵士樂曲中，三人很快就將一整瓶香艾酒喝光。不久，三人又耗掉了一瓶白葡萄酒、蘋果酒和稻松子酒。野蠻人本來酒量甚佳，不過喝了那麼多之後，亦已是臉頰通紅，腦筋發熱。爵士鼓的聲音從不遠處的舞台傳來，干擾着他心臟的跳動。他用力搖了搖頭，青千和伊兒亦已是半醉，斜躺在沙發上。野蠻人暗道：沒想到這酒後勁甚猛，看來我是喝多了。他眯着眼睛望向青千，那件豹紋長裙在他眼前旋轉，黑色的斑紋逐漸躍動起來，張開大嘴朝他撲去。野蠻人大驚，知道自己身處荒野，遇上一頭兇猛的花豹。他連忙用手胡亂揮舞，手掌卻只打到空氣。慌亂間，他左顧右盼，察看花豹的動靜，只見花豹仍然靜靜地待在沙發上，打着呼嚕。他感到花豹在黑暗中睜大眼睛盯着自己，只好緊抓骨杖，隨時準備迎戰。忽然射燈轉過來，小麥色和桃紅色的光芒在青千的長裙上徘徊。野蠻人知道花豹已經甦醒，連忙將骨杖在半空虛晃一下，轉身逃去。他快步穿過一列沙發椅和圓餐桌，逃離酒吧。